水。俊定，伊吼是同营啊，以后吼就是你的小弟，你莫用做多多的款，爱稳重，知影无？好。你有想要去耍无？来，行。咱遮哪佫袂同少？哦，老母死啊，无人甲饲啦。咱头家你好心哦，甲带转来。是安那死的？欠是欠伤济啦，咱自杀呢。想讲，是咱水水，咱会要自杀？是讲无咱的代志啊，咱插啊济要创啊啦。啉茶啦，别人伊休息。袂辛苦啦，妈妈，暗2点钟就到啊。无我甲你讲，以后快速公路做好了后，转来咯，就搁较紧啊。嘿啊，我是逐年拢转来啦。好啦好啦，拜拜拜拜。好啦好啦，念咪啦吼。好，头家娘，恁俊廷今年总算要转来啊，毋是伫台湾咧做头家。嘿啦，你做生意啦。毋过每年清明哦，伊拢转来拜因老爸了。哦。爸爸，我想要乖乖头。袂用诶，你拢走去啊，免搁食汤啊。囡仔爱食就买互伊啊。阿母啊，囡仔毋好生啦。袂要紧啦。嘉善，谁叫在路边的？足危险的呢！讲好啊。阿伯。
客气哦。是大兄，这个是大兄，赶紧来啊！赶紧来啊！够啊！哎呀，哦，你穿这束烟头呢？真好哩啊！这久无看的。啊，大兄，听讲恁有购有啊？拄我3个月啦。是查甫还是查某？烟啉巴倒来查甫查某，佫唔知啦。啊，毋过我知我巴肚枵啊。请食饭啦。好啊，啊妈妈咧？内底等你足久的啊。好好好。哦，阿伯送你芭比娃娃呢，有够水的啦。好啊，拢好啊。汤哦。哦，较细腻，较细腻咧。哎，来。啊，你有甲阿伯讲谢谢无？啊，要讲啥？嘿，你袂记的？阿伯细汉的时阵，你上爱互抱的啊。人全工对台北甲你炸芭比娃娃，你紧来甲阿伯讲谢谢啊。不要紧啦，囡仔人惊歹势。哎，啊，你即摆倒转来，准备要住几工啊？台北地行敢拢免顾？台北无啥物问题啦，我是想讲，趁即个转来的机会哦，佮熟悉一下咱地厂的业务。即摆有咧趁钱的，拢是用新的机器啊啦，替人做工课。咱买几台新的哦，若速度会较紧，成本嘛会较省。哦，你有这款想法是真好啦。啊，先了解咱遮地方咧，以后你要接手嘛较简单啦吼。啊，来，食饭啦，来。行啦。我来看卖。我嘛来看一下。师傅，拜托，拜托！哎呦，安尼我要付啦。啊是安怎？机器阁袂叮当，最近已经3摆。好，再见。师傅安怎讲？师傅对倒来起来，嘛爱半工，啊，毋过一批27啦，明暗时中半就要来收啊，安尼我袂付啊。啊，我都嘛是爱等啊。恁大家先休困啊。啊，是安怎啦？机器阁歹去啊。哎呦，同样啊，即台足老安尼，咱哪会搁咧用？啊，都无钱买新的啊，这中古的啦。旧年甲青山地行买。做生意哦，袂使遮当生啦。阿爸毋是有讲过，烧汤两家人，时到电若变质走味，咱电脑袂好啊。有啊。哇，大兄，你哪遮厉害，连机器拢会晓修理哦。好安尼，有去叫大都市就是无共款哦。无啦，机器哦，就是有脾气啦。我还是较怀念咱细汉时阵哦，啥物都爱用手做的时代。好啊，机器叮当啊，大家紧做事。好。天生，今仔日两个后生拢倒来看你啊！你在天之灵，你来保庇因，来好好经营咱的地厂。明仔载吼是关圣帝君生日，你们去拜炉主，会记甲关圣帝君祈求，
讲互咱地庄生意愈来愈好啊。我跋袂着啦，阿兄较好运，阿兄去就好啊。妈妈讲会对啦，斗阵来靠盘，好无？好啦。宝贝，第二个柯俊廷，第一杯。醒杯，柯俊廷第二杯。醒杯，两杯啊，两杯啊。柯俊廷第三杯。宝贝，第三个柯同赢，第三个柯东赢，第一杯。醒杯，柯东赢第二杯。醒杯，柯东赢第三杯。醒杯，醒杯啊！有啦，无啊啦，无啊啦。柯东赢第四杯。醒杯，柯东赢第五杯。醒杯，十杯啊，无诶，无诶。柯东赢第六杯。醒杯，第七杯。第八杯。第九杯。柯东赢第十杯。醒杯，醒杯，醒杯，哎呀，这位是水龙国小的校长啦，人即马是水灵川的船长啊，你还会记得无？我当然记得啊，真感谢你替咱国村乡亲服务。你好，你好。阿英啊，恭喜呢！你实在有够牛咧，一步就步到老子。我甲恁靠教，爱靠你啊哦。无啦，兄弟也有保庇啦。啊对啦，哎呀，这位是恁代表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咱庄仔内所有建设拢伊咧处理的，尤其是最近另外迄条桥都是代表最近争取的啦。好啦，这我应该做的啦。有两位头人替阮做主，也是阮的福气啦。来，坐啦，坐啦，坐。来，坐。来坐。好台，今日人家啉茶。哦。来，啉茶啦。请啉茶，多谢哈。船长，最近咱遮有做就沙石啊，安尼开来开去啦，一寡路拢叫够歹，若拄着落雨天拢落个霾啊，足侪人骑车骑到跋跋倒，这拢无人咧管哦。无法度啊，迄枕头山隔壁的后山里，即马当了沙石啊，信义路是唯一连外道路，免讲嘛一定经过。奇怪呢，因家己的所在叫安尼黑白乌，拢无意见哦，真正想无咧。后山里有真侪土山，囥喺遐拢种无物件，足侪人拢规矩放咧，甲迄土地卖互开发公司乌沙石啊。毋管安怎算卖地总是较会好啦。而且即马大陆地拢咧变俗货，咱本土地是愈来愈歹做啊。毋过，迄枕头山天性强风水传过来大啊呢。因咱黑白乌拢毋惊甲风水乌歹哦。而且沙石车安尼开来开去啦，迄土沙粉嘛影响到咱的地呢。这沙石车无论是违法开采还是超速，拢已经罚过真侪遍啦。因就是罚袂惊咧。足水的啊，免阁抹啦。阿英，嘿，大兄即摆转来是直接拍算要加出地庄哦。对啊，这地庄本来就伊的啊，伊食嘛是应该的啊。好啦，应该的，咱做古做买嘛是应该的。家己人莫遐计较啦。地庄阮兄弟相占是拢共款，日子嘛是安尼过啊。好。千年萝卜。莫规讲算迄只芭比娃娃，册都无咧读。
慢的想起，你给他塞奶一个，伊就欢喜啊。你爱乖乖陪因，互阿母无欢喜，若无下钱，就无爱甲娃娃分互你耍啊。哎呀，无啦，我要来等啦。过来啦，过来啊！我等你啊，我要去中药行，甲阿母摕药啊。那会搁咧食中药？阿母甲我讲伊的药接骨好真多啊。甲你骗的，惊你烦恼。你即马转来哦，较食袂开讲的。你无伫的时阵，逐工拢在念你啦。这几年辛苦你啊啦！若毋是有你伫咧阿母身躯边哦，我伫咧台北嘛袂当放心。无啦，阮一年较辛苦啦。我爱去地园做事，我爱管厝内，连阿母后壁福建嘛拢伊咧带的。真正是娶着好某。啊，毋过恁某敢若无啥物介意我。谁叫你久久啊等来一届？甲你无熟啦，惊钱分啊！安怎？你脚嘛疼啊？无啦。阿兄，你即摆转来接地庄哦，我真正足欢喜的啦。啊，毋过咱到时阵啊，真正换身家去，敢会当莫甲遐工人死头路？哦，你受情分哦，我都还袂接手嘞。你咧烦恼讲，我都对替你做事的人交代啊。无啦，啊都遐工人拢替咱做地做足久的啊。啊，若真正家死头路，因以后是咩生活？是啦，安尼你放心，咱兄弟同心嘛。你请的人就是我的人啊，我一定袂亏待伊的，好不？哎呀，多谢你。袂啦。叫哈咧叫呢？当你若听这声音吼，我就知影一年搁过啊。你还阁会记哩？细汉时阵你走无去，走到树林内底，我是靠这个声音找到你的呢。我当然嘛会记的，要来去做看卖无？若有运气好，凡事看叫下哦。好，行，来。奇怪，哪有听声无看影哦？讲无呢？哎呀，迄个意思啊？啊，这改装哪差去别咱遮？这样很好哦。我慢慢的没关系哦。好。小姐，你真有耐心哦，个性阁真好，啊，阁生得水哦。有真侪查甫囡仔你入无？无啦，你唔敢嫌啦。你若是无男朋友吼，我介绍阮大汉后生互你啦。阮迄后生伫台北食头路吼，佫缘投哦，个性佫好，真老实呢。恁两个真适配啦。我通继续啊。好来，妈，人是来帮你福建的，你还咧问人，伊会歹势啦。恁少年人哦，就是想避暑啦。俊廷若较早先家立业哦，来接地庄哦，恁两个就较快活啦。来，
阿妈，咱继续哦。好好啊。哦，真好哦。好好。哪会变成安尼啦？就算讲伊好起来，我嘛是变成半废人啦。你是要叫我安怎才好啦？哎呦，我的亲孙啦！唔管安怎解说啦，伊安尼做拢想叫黑白来啦。好啦好啦，国大，咱就无同意开发啦，现在伊改正的差距要怎啊来？啊，就带金星走去建设厅提案啦，佮要主动配合国家的政策，甲咱遮的农地哦，拢变成做工业地啦。这错金星啊，真正是我苦呢！竟然交个土地开发商来买地。啊，即阵啊，愿意卖地主哦，拢已经收乌道的定金啊。假使讲咱规村的地若拢卖掉去哦，这个乡长啊，敢若靠介绍甲转介手卖出去哦，就赚34亿啦。免做就赚34亿，安敢毋伤悍啊？迄是因为恁大家无了解啦。铺桥造路起厝，逐项都会用到沙石啊，这内面有真大的利润呢。莫怪伊连生命都假骗。啊，这是冤枉啦！我蔡建生一向都为乡亲的服务，我争取我地方预算建设是安那有人要传来传去，通过我引进了建设公司来确定人家买地，讲我赚偌济减偌济，白白赚你哦！迄沙石仔车，甲路拢够歹的，已经害人骑车摔断骹，你知无？若继续开发落去，时间若崩山，咱天星宫毋就爱刷庙。你若真正无摕钱，就当关心帝君的面咒抓，证明你的清白。对啦，咱帝君哦上到正气啊，乡长恁若真正清白，就算就抓嘛，袂安怎嘛？吼。就抓啥啦？哈！来啦，兄弟来啦！关心帝君在上，地主蔡金生一向清白，无你讲做什么土地买卖，也无讲摕到2千半年。若是有吼，我受法律的制裁，天打雷劈。国大，假使政府若坚持要变更农地，这法令什么时阵会实施啊？省政府是讲哦，公文当咧跑啊，因为骂我骂到安尼，是真够设计。咱即马是要安怎做咧？咱成立自救会，召集全民的力量，互政府听咱大家心声，并撤销无理的变更。那安尼就爱紧嘞，若无等下公文定数跑完哦，时到哦，伊无得甲会甲咱怀产业就走啦，到时就袂赴。即马上重要的是要先选一个自救会会长啦。毋过我即马有公务在身，恐惊无适合做。阿英啊，你是咱在地，整个头大细样代志，你上了解，因阁是今年的老师。我伫咧想哦。敢会是帝君爱你替咱全民做这件代志？你意思啥款？对啦，对啦。较早阮爸定讲，水顶若无山，顶若要安怎？若真正开发落去，时到落大雨若崩山，咱连大拢会出问题。好，为了咱所有村民的安全，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。赞！爱咱做伙哦，向政府申请，
把这沙石叶脚赶出喙顶传。好。好。咱拢知影一鱼三只，但是乌道呢，伊会当一地四只。因先把这专营地或者半营地的农地做来，再把标头挖起来，卖予住宅商，这就是头一只。刷落来，再个乌干浸落，把这沙石啊卖予沙石场，安尼就是第二只。挖出来这大坑，再个交予这废弃物的处理者，甲囤好平，安尼就是第三只。这条是阿妈，感谢姐姐，谢谢哦，谢谢。阿姨，后早，这互你看一下，有救回啦，救回来。阿伯，谢谢哦，谢谢。阿伯，你好，我是自救会会长，我叫通英啊。啊，阮即马吼要针对迄沙石仔车的问题，要办一个说明会啦。敢会当麻烦你给我签一下名咧？麻烦你啊，多谢啊，多谢啊。啊，咱的农地哦，甲互因破坏去，无法度耕作，因就来说互恁吼，俗俗啊卖。啊，因则佫叫地方政府哦变更地目，该做是建地或者是其他的用地卖掉。这哦，就是因的第四只。啊，这个后面哦，这吼有一个这你啊看吼，你看现在后边这吼就是签名的所在吼。啊，你直接签哦，就这吼，啊是名签，要紧，袂晓写，要紧吼，阮替你写，来，哦。多谢。哎，即马有时呢，较早困的。大家先看一下吼。这张互你吼，来，将一张。然后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咱这届哦，相对来讲哦，签下。喂，我是。夏姐。各位啊，各位。先莫讲话。啊，请讲。啊？安尼哦。哦。国大，啊是啥卡来？省政府建设厅，我定要坐落来听咱大家意见，要安怎开公听会啊？是啊！喂，是，我知道，可能不好意思啦，可能要麻烦你们多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知道之前是说这个月，但是有一点状况。即马要记住卖地有400多份，啊，搁有186份是要求终止开发。嘿，哦，等下哦。你放心啦，我明仔载做伙搞建设厅。好，再见。这资料遮济，哪会你一个人咧整理？阿兄咧？我叫去困啊啦，啊你哪袂困？阿英，你敢有感觉阿兄小可怪怪？是倒位咧怪怪啦？对，伊伫台北做好好，哪会想要转来接地庄？伊是靠家的大囝，伊毋转来食啥，要转来食吧？对啦，这是伊的厝，伊是遮的主人，啊你咧，辛苦遮侪年，阁是遮的人客。你是咧我白讲啥？你莫有白想我无？妈已经拍算要互大兄做主，你敢有想过，
到时阵我甲囡仔是要安怎？你这个叫辛苦，还有今天他叫我。多谢。对吧？那未来那么喜欢。咱都半年半钟啊呢，哎，副厅长到底会来未？会啦，我拄才甲伊秘书联络过啊，伊就讲头前一个会议伊耽误着啦。哎，车来啊！囡仔，囡仔来。副厅长，你好，这份是翠顶村所村民的意见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自救会会长啦，我叫柯通营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建设厅副厅长。各位乡亲，伫这个所在拢坐足久啊，吼。恁大家意见，阮拢已经听到啊，所以我甲专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就是要向大家说明，咱水顶村土地变更甲着未来土地开发这个规划。水顶村土地开发甲着使用变更的项目，是照咱本县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第39条的规定，向着县政府甲着主管机关提出申请，经专案小组审查后，通知申请人以管制规则第16条，减负水土保持完工的证明书。副厅长。歹势，你讲的迄阮拢最清楚的啊。毋过阮今日遮侪人来到遮，毋是要听迄啦。拄则我交你的资料，有400多份技术标地，阁有186份要求停止开发，该当麻烦你看一下。这政府也要推动政策，就需要刷图，所以咱开采到这个落沙只是一个过程尔。重要的是。后壁这土地利用对咱地方来讲是有正大的贡献。安尼我甲通请教一下，即摆沙石车甲路拢够歹，已经害足侪人出意外，这恁敢要负责？这铺桥做路应该去问县政府嘛。恁即摆连基本的安全问题拢无要顾啊，叫阮安怎相信啊？技术问题，停止开发。停止开发，技术问题，技术问题，停止开发，停止开发，技术问题，技术问题，停止开发。各位乡亲啊，来，听我讲一句嘛吼。根据着已经审查通过的法规，咱翠顶村农业用地变更矿业地许可申请的文件当中，并无任何行政定数有出问题。各位乡亲啊。假使恁若是愿意放下着恁的成见，安尼就上介好。假使恁若是无愿意，那安尼到时阵，这地方政府共款就要依法来执行。我是真心关心着咱这地方，所以我才会来遮，亲身向大家。讲着话，较苦着，正人，你害少年3岁，我要教死你！为即摆是要创啊？要创啥？怕你啦！哎！
妹妹，你是不是叫徐家山？啊，恁爸有做徐同荣，恁兜刚是住伫翠林路114号。这是啥啊？免惊啦，我是爸爸的朋友。哦，这娃娃遐水哦，就叔叔看一下好不好？这娃娃做了真水哦，要好好照顾。啊，若无叫火烧着，就变安尼哦。甲爸爸讲，较注意咧。哦，啊，我会过来找你。哎，你是啥啊？你要创啥？嘉山，你有安怎无？免惊免惊，有妈妈伫咧。唉，迄个建设厅的歌吼，拢无咧插啦。你看伊支喙啦，比电视演的歹人搁唱秋呢。所以咱自救会哦，一定要继续抗争，互因知咱的决心。嗯。我这个社团我来了。爱谁呢？袂啦。来，爱了。嘿，来，多谢。那我别讲拍啦。咱伫政府要来开发咱翠林村，恁选甲政府的钱挡伫咧外口，恁敢有良心啊无啊哈？嘛袂使安尼起价动手啊！我迄块地废伫遐，啥物蚵仔汉钱嘛种袂出来。即摆内底有人要来甲我买地做开采，恁自救会煞甲人挡伫咧外口，我的损失是谁要来赔啊？恁遮个人吼，都莫阁互我看着，啊若无吼，我看一遍拍一遍啦！过来过来，好后你，莫甲我动啦！这大人是安怎？我叫用拍，我要报案。啊是拍倒位？面啊！啊为虾米甲你拍？你去问伊啊！你问我哪知啦？啊，你到迄个自救会会长柯通言嘛？哎呀，我本人无毋对。啊，你当人知咯，互拍嘛是应该啊。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即摆是我去互拍呢，啥物叫应该？敢做敢当啦，少年诶！哎，嘿嘿，你啥啦？自救会。啊！你母啊，规村仔内，大家拢无通食清，你啥啦？讲毋茫讲行行路，然后都好面色哦。唉，恐怕差不多尔啦。对，头家你好，偌济300公斤哦，顶价27啊。好，啊，当时要来，是愈紧愈好，好，一定会达成，一定会达成。多谢头家，多谢啦。阿英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拄仔接到一笔300公斤的27啊呢，人讲要顶价啦。你是安怎？面色哪会遮歹看？无啦。哎呀，你拄仔讲啥？我讲有人要滴300公斤的27啊。是哦，这条大条的呢。嘿，咱就有钱会当买新的机器啊，做好。安尼就好。你是安怎？有路嘛去好好找家山，搁家己阿爸比我用到安尼啊。若是我较我教，毋知阁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小三，你有安那无？即摆是拢无政府的哦。同样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去山椒场全生效啦。上好咱乖乖坐伫遐等你去。还无变安那？又在软头真久咯。咱先来去报案。无效啦，警察甲蔡金生拢共过来啦。是安怎讲？
我等下对警察局回来。你去遐创啥啦？讲来话头长啦。恁做自救会，做到互官员口洗，车山阁好落嘛威胁，我会当拜托你，莫阁做啊，好无？我是自救会会长诶，今年阁跋着炉主，我即摆若放弃，免哪甲大家交代啦。你真正是死脑筋的，咱抗争是为着生活，即摆地砖要无用啊，你又阁走去抗争，应该是好好啊趁这笔年尾吧，先顾巴肚，才会当顾佛祖啦，对无？对明仔载开始，你去再加山。是莫想遐多啦。有，差不多，真芳啊！来，真芳啦吼！血管真水，咱来泡一下，这款来，请。图书馆人姐姐，恁家己看。恁看啦，你想啊，恁来这要创啥？这袂使乌白入来啊！这地伙是食卤水啊！恁来了讲食土沙，叫阮安怎卖啊？这甲阮有啥物地带？你讲啥物笑话啦？你个沙石啊，嘛好野，水也无藏好，四界拢是风尾山的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哦，你若唔赔钱，我告甲你痛苦。我甲你讲哦，阮这是合法申请的。你有不满，你会使去检举，莫遮乱啦！你谁在乱啦？哎呀，哎呀！开
开发商拢爬到咱头壳顶，你这个会长赶紧想办法。我早就讲过，山石问题若要解决，自救会袂当停啦。你当作自救会是办公会啊哟？我也无强逼你对我斗阵做地的，你坚持要去自救会，还是有人会当甲你动？你嘛无支持我去自救会啊？啊，莫讲遐多啦。咱即摆来去找乡长，叫伊将一寡乌心钱吐出来。我要去嘉山啦。免去，莫去，我家己去处理。起笑话哦，好啊啦。喂，妈，你好啊哦。阿英去在嘉山啊，等下我去载你。好，你等我。这只来的时阵，这大只尔，事实放在眼前哦，点连连啦。人倒落迄边，欢喜甲地做一支，当即摆咧，轻轻松松咧收租金。一年赚的吼，比迄10年前的手还搁较济。你迄董秘书，人嘛是欢喜甘愿的，啊，你无想看，啊，这乌头石吼嘛是名义。我想了，迄嘛是名义。啊，隔壁村干嘛较戆？人个是因为吼，台湾就当咧发展，大家要斗阵起飞。无啦，我是讲，阮个地米即摆了钱是啥要赔？敢会当讲钱拢是别人咧趁，啊，可是阮家己吞。我是有风声啦，听讲是为什么你会倒来咱这个庄脚所在？啊，是安怎？那台北生活较辛苦吼。啊，你小学啊，拢还煞袂？乡长啊，你今仔日讲的话，我是半句拢听无啦。唉，听无要紧啦。我知影吼，要紧是安怎呢？有困难吼，大家来斗相共。啊，何况我是做乡长对吼，好工一定要斗相报的。啊，恁厝的地方总共偌济？靠家的地上少毛3甲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完了，嘿嘿，来，恁茶啦。来，我咧讲啦，迄地哦，敢若讲嘛是你这个亲生后生个，啊，做人我要变巧啦，啊。你春走惊创？有代志直接找我啦。你想要创？看要偌济，你家写。要我钱啊？好啊。
那。多谢啊！啊，你看啥？无啊。啊，恁某最近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有在食药啊。来啦，先食先食。阿弟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哦。好啊，做讲。自救会内底有人在讲，讲有人摕建商的钱，佮假做支持空金的。啊，你是有看到还是听到啥物？我亲目睭看到阿英，甲后头的阿斌吼，哪讲哪笑，爱看阿斌吼。佮加迄一包毋知啥物碗糕吼，钱花用呢，袂输咧产生啥物代志。你讲阿英哦，无可能啦！伊哦，比谁拢搁较爱咱土地呢。我嘛相信伊啦。不过吼，这个时代是一个做人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啊，你莫向我加无啦。我只是想甲你提醒尔。来啦，啉啦。921地震了后，全台拢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山区有足侪所在拢崩山，嘛有严重的土石流灾害。为着防止崩山再次发生，政府订定水土保持计划，施作水土保持工程，建立防灾监测系统，希望透过保育地理技术，维护土地安全。防止后一个灾难再次发生。卡唔对啊！奇怪，最近内面第一愈来愈少，啊，敲唔到电话煞愈来愈济。啊，咱抗议拢遐久啊，新闻拢毋捌报。咱翠顶村遐尼偏僻，啥人来参拜死活？较顺人上新闻哦，就会当有愈侪人知影。啊，你是咧喊名哦？咱有啥物价值报道的所在？高客有咖啡，啊好买有布袋戏。咱遮毋是种地就是种田，也无啥物特别的。要签联络簿哦。这是你的美劳作业吗？画甲真水。这叫做扣下，老师叫阮画故乡的面纱。我着想起爸爸带我到顶仔去看扣下唱歌，一上遮足遗憾的，身躯有8种色，足水足水。毋过因为厝仔愈来愈少，因无所在通好住，即马拢已经要死了啊！我看卖啊。许家山，你是我的小老师。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扣虾，每一年4月份拢会对印尼飞来到台湾，大部分拢栖息伫咧森林县翠顶村。翠顶村即马煞面临着土地开发的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无经过环境的评估，即马全世界拢伫咧为今仔国际野鸟协会啊，毛甲联动呢，等反片若通过，咱这个所在就真有机会变作生态保育地啊。安尼好哦，趁即马有新闻在报，咱后礼拜有所有人拢带入去新政府抗议，互大家听下咱的心声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歹势啦，就算讲咱全部的人拢去了，嘛无100个，安尼敢会看的？因才袂插人。啊无，咱甲囡仔嘛带来啊，安尼人看起较济啦，对无？安尼用的吼，把囡仔带来哦。好。讲实在啦，扣下嘛不止停伫春丁村啊，而且囡仔去上课啦，学校嘛不一定放人啊。这免烦恼啦，我才来找校长甲伊参详。假使若会当以校外教学名，甲囡仔带出来，
就无问题啊，吼。安尼会用的啦吼。咱就安尼啦，吼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好，大家把囡仔做伙带出来啦，吼。阿嬷，咱拍好，热敷个15分钟吼。我带就回来吼。好。莫遐重啦！叫你莫遐重你阿嬷，你知影恁囝你台北欠了毋钱无？免惊啦，我是来甲你讲，我会使替你解决。甲地卖掉，若无，你准备替恁囝做福建。上车啊，上车哦！来上车。啊，有面子的，上车，咱上车哦。喂，后壁行啊吼，谢你哦。来来来，位就当坐啊。棒。谢你哦。嘉珊，今日帮我照顾妈妈哦。好。有妈妈就这。谢你哦。来来来，麻烦你啊！来坐坐坐。咱这边土地遮水，若开发落去，这风景个摆都看袂到。咱的风景真正是无得比。啊，毋过风景嘛袂用做饭食，对无？哎呀，你是有心思了，若有代志讲出来啦，来当做解决啦。同样啊，我是有一项代志想要问你啦。东阿勇，哪样？你这是啥物人带头？是我。我是个人代表，我姓林。请问你是？我是教育局督学。有人密报讲，恁违反囡仔意愿，要带囡仔上街头去抗争。阮有报备过啊，嘛有正式请假，像规村的大人拢出来，无人通顾囡仔，敢讲囡仔袂晓参加适当的活动哦？这无关我的代志，即马是上课时间，囡仔就是爱乖乖伫学校上课。恁大人的代志，莫含囡仔滥参参。阮要带囡仔去校外教学，敢袂用的？恁教育局敢袂管收济？这我不管，反正有人密报，阮就是爱查。囡仔绝对袂使上街头去遐抗争。安尼变怎？我已经来到半路啊呢。全部甲掉头倒转。啊，无囡仔莫去啦，阮大人家己去，安尼用的袂？
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，请你们尽速离开。继续北京工人地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保护桥下，保护桥下，捍卫乡土，捍卫乡土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保护桥下，保护桥下，捍卫乡土，捍卫乡土。你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，这是第二次警告，请你们尽速离开。捍卫乡土，捍卫乡土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保护桥下，保护桥下，捍卫乡土，捍卫乡土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继续北京工人地，保护桥下，保护桥下，捍卫乡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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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几步，一点仔路用拢无。奇怪，敢若不管做啥物，对方拢会先知影你要创啥。我感觉有叫爸啊，安怎讲？咱要带囡仔去抗议，啊，对方连咱的路线，佮出发的时间拢一清二楚，而且我顶解去用拍，要去警察局报案。迄个蔡乡长，我人还未到，伊人就伫遐呢。若毋是有叫爸啊？哪有可能有啥物代志拢知影？你互我拍哦，你哪会拢无讲啊？我惊恁烦恼啦。而且最近我有听风声，讲有人表面支持抗议啦，私底下摕建商的钱，这叫爸也无吹出来，后摆做啥袂成功。俊廷，你伫台北做生意做了无顺吼？你有欠人钱是？我都有来找我啦，讲叫我遮拼拼清清的，讲阮囝要卖土地啦，敢有影？哎呀，阿母讲敢真实嘞？即摆时机真正是无好啦。进口地拢伫咧拼价销，咱本土地成本又愈来愈悬啊，拼袂过人啊。啊，拼袂过人，就要卖土地哦。无啦，妈妈，咱想看卖嘛。即摆开发案已经定着啊，外口沙石仔车的出入，嘛影响着咱地的品质。照安尼行哦，咱的地庄是一定会倒的啦。不如甲地卖卖，人的价销袂歹啊，而且为着钱出卖家己雇佣这种代志，我做袂到啦。啊，你叫是扣下，会当救全村的人。啊，人那想我唔管，咱的地袂当卖啦，咱的地是阿爸留落来呢。阿爸，伊毋是恁阿爸啦，我才是后生诶。俊廷，你袂用讲出口气，甲你小弟讲话，你还知影哦？你甲恁爸无伫的时阵，这间厝拢是阿英经下的，你无资格讲。佮再讲，只要我伫的一天，袂当互你卖这块土地。我知啦，我哪毋知？我只是讲参详一个尔。好啊，啊公路、苦路拢互养子摕去，我的意见根本就无重要嘛。莫讲讲，安尼我走好。哎呦，妈，莫生气啦，身体爱顾啊。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扣蛤，每一年4月份拢会对印尼飞来到台湾，大部分拢栖息伫咧婚林县翠顶村。翠顶村即马煞面临着土地开发的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无经过环境的评估，即马全世界拢伫咧为扣蛤来请愿，希望会当维护扣蛤这个保护地带。你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，这是第二次警告，请你们尽速离开。
啊，有找到阿兄无？无啦，大人大种也爬无去啦。我忝啊，我要困啊。我巴肚敢若疼疼呢，这几工可能要注意哦。关心帝君，祈求你保庇我全家平安无代志。由于是准定，我今来念经，回想予伊，希望伊会当较早脱离伊的罪恶。紧哩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，敢若火烧厝啊！紧哩，紧哩起来。就疼！你是去找妈甲车身，我会当家己起来。我来去帮你一个人啦，紧哩，我先扶你落来。小丽哦，大大行咯，大大行。去找车身。小丽，小丽，大行，大大行。你去找妈甲车身。你先坐，你先坐啊。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你等我一下哦。紧去。妈，妈，火烧厝啊！妈，妈，先生，紧点起来，火烧厝啊！先生，爸爸，妈妈你这，来，免惊哦，来，爸爸抱，免惊哦。先生，紧出来，紧出来！妈呢？妈呢？无可能，可能出去啊！行，紧出来，紧出来！火烧厝啊！哎呦，紧出来，紧出来！我家仔，你有安怎无？啊是倒位火烧？地手啊，地手烧起来啊！啊妈妈咧？妈无咧外口？无啊！一个时梁，天地开讲过，驸马黄燕老夫人红灯点礼，万事大吉祥，有哦？有哦！100。4点北风临开水，子孙代代道富贵，有哦？有哦！5点中央木吉土，子孙代代寿元如病做，有哦？有哦！哎，好男请起。请浩南向前来旁道。来，按照礼俗，而且亲信后生来旁道。
你是倒位袂爽，你讲出来。火烧厝的时阵，你人伫倒？遐是阮兜呢，我敢有可能放火烧厝？我无讲，是你家己讲的。原来叫后爸啊，就伫咱地庄内底。莫怪放火的人会知影家属桶伫地手。你当作是我害死妈妈的？是你自救会做甲走火入魔，才会害着妈妈的，知无？我害死的。阿母是为着啥？逐工困袂去，才会走去地手拜拜的。阿爸过身的时阵，地庄上需要你，你人咧倒？阿母要你听我落行路的时阵，你人咧倒？我想做的时阵，你人咧倒？你着干那无钱的时阵，才会想要倒来卖土地啦。像你这款人，无资格通倒啦！你出去，倒海旁，唔是我出去，你才我出去，我是叫你出去，你讲。哎呀，出去呀！就是我唔敢拍你哦。好啦，莫搁拍啦，好啦。大杂药哦！是阿妈的啦！爸爸、阿伯、阿妈的啦！你看兄弟要创啥？医生讲你搁爱住院观察啦。我要带家生转去。你即摆是咧搬倒一厝啊？我的压力感觉无够大哟。自从你带着抗争，我老豆就足烦恼的，一直打电话来，叫我爱咧囡仔想。我去抗争，毋是干那为着别人呢，嘛是为着你，为着囡仔。我是为着所有的人，你知无？这个是真正惊着啊！白白拢咧抗争，为什么后果都是咱咧担？妍妍，我知你压力嘛足大诶，啊，毋过即摆，咱千万莫放弃。咱若是放弃，这种无天良的代志就一直去发生。哎呦！妈已经走啊啦，你知无？你是毋是爱连我甲囡仔拢陪站落你脚要放手？嘉生，莫讲，咱来走，咱来走。喂，阿英，开采水冷川行政公文确定通过啊！开采公司后个月就入来咱庄仔头乌素石啊，无法度啊！即马局势就是安尼，咱民意嘛主动袂了。
着去啦。你搁在哦，伫个总统府里面哦，搁一个人呢。然后明仔透到迄卡拉机哦，邮讲看，要叫人来处理哦。好啦，好啦。杀你用手！杀你用手！啥？快！别说了，冲啥？快点赔命啊！你起笑呀！干你娘！叫人来！来啊！给我！啊！叫人来啊！来啊！快点赔命来啊！叫电话！来啊！快点去！来啊！你着先好好啊困一下啊，明仔载精神才会烦恼啦，吼。因兜敢若无共款啦。哦，对啦，我最近吼伫身躯边吼有小可钱啦，着甲遮个老家具啊啥拢甲换换咧。啊，你来，这台哦，阮某上喜欢的，即马上流行的、上新的音响，阁有这两粒，水吼。哦，水，安尼袂少钱哦。啊，人生短短啊，人着爱趁活咧吼，加享受啦。要无吼，你一趟搁较济，嘛无法度介意你去倒刮茶，对毋？诶，你这咩事是倒位来啊？吼，这张哦，啊，应该公听会讲吼，甲办交换的啦。安尼哦，电话小招一下。好，你用。喂，你开创啥？是毋是拢回互你啊？是阿斌吗？我感觉有别啊，而且我听到风声，讲有人吼表面上支持抗议，私底下摕建商的钱。你是毋是有摕乌道的钱？你人就伫咧自救会内底呢，哪会一边画护村一手摕钱？安尼敢对？你安尼讲，袂说是我咧当人财路咧。还有钱通咧摕，毋就加减啊摕。你土地坑里遐敢会踅土地吼？迄是乌道的钱呢。啥物咧乌道的钱？迄政府予我的辅助金呢？辅助金你阿妈啦！政府啥害死阮妈妈？阮兜变偌凄惨的，你是毋知影是？啊！你靠家地庄场，阮传咱来百万年啊！你可卖地米地当好呀？啊，阮遮咧，你搁阮遮食土年啊？阮某已经着眼，已经要死啊！你搁我要安怎摕遮钱？讲啊！俊廷，你紧去工地啦！阿英哦，阿英起痟啊啦！赶紧别搞过啊！来啊！赶紧别搞过啊！来啊！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来啊！赶紧别搞过啊！来啊！来个乱走啊！想的啊！别过来啊！快点！别过来啊！阿英，开出危险，你紧过来啊！有话好我讲，来啦！你甲伊拢共款，为了钱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，连人命拢无免顾。啥物自救会，啥物叫啊，拢去死啦！阿英。阿英，你有安怎无？你咧想你妈妈哦？你听，
你知影这是啥物鸟的叫声啊？伊叫扣下，是江雷伊才会应声。我拄仔就是听到伊的声，我才找到你的。扣下。对啊，我会使找到你，就因为咱是一家人。你会记的，以后我就是你阿兄，我的阿母就是你的阿母，阮兜就是恁兜。你手互我，阿兄带你转去。阿英，你抓我手，紧啦，起来！阿英，你抓我手，紧起来！放手啦！我啥你救啦？阿英，我这做阿兄的，甲你赔死你啦，好无？歹势啊！我一直无伫个，这几年互你辛苦啊！我无真正要卖地啊！咱斗阵来甲地厂顾好，好无？你放心，我袂放手的。我一定袂放手的。来，大兄，我早追过来互恁食，我先去边啊。大兄哪会遮客气啊？无啦。有较好啊？有啦，医生讲后礼拜就会使转去啊。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伊咧困哦。阿伯抱好无？慢啦，伊咧困啊，免啦。试看卖啊，莫紧张。是阿伯哦。哪遮软啊？啊，是号做啥物名啊？叫翠萱。原来你就是翠顶川的金萱啊！柯翠萱。前德方乡乡长蔡金心因为涉嫌贪污，今仔日被检调约谈。蔡金心讲，伊是冤枉的，这是政治的迫害。伊一生公职，任何一个位置，拢是用上悬的标准自我要求。乡长可以听你说句话吗？啊，要讲啥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不是把我们人侮辱我，你讲哦，这100%政治迫害啦！我清白了啦，清白。你看你天生对，你更加我清白的你钱啦，就准。你可是你讲白菜，你更加是。我到了。这个呀。看好吧。我倒来啊。看好无？有啊，我你倒来啊。哦，你较有较好。大兄，倒来，就是欠你一个啦。拢好啊，拢好啊，拢好啊，对啊。恁来啊！哦，拢好啊。会当食饭啊？我去叫阿伯。好。最新的这个水。阿伯。你甲我叫哦。咱来比赛看卖，今仔日是你考，
另外一篇是内幕消息，有关到921地震对台湾的影响，和政府甲民间拢开始关心到水土保养的重要性。昆林县翠顶村过去曾经是保育鸟仔类捡虾仔做寿的所在，若进行到土地开发，恐惊会面临绝境。昆林县政府决定停止翠顶村土地开发，并且展开着保育鸟仔类面积调查。等待中央政策指示再做规划，期待守护家园，促进地方和谐。